罗西亚宣布退出乌海秘协协议，佮帮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奥德萨，这边是毁掉6万栋粮食。印度的苏拉特全球交易所占地超过200万平，打败美国5角大楼，成做世界上快的办公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乌克兰是粮食的大生产国，自从因战争了后，为着要将粮食的供应稳定落来，就甲罗西亚达成乌海秘协协议。或者美食会当顺利出口。不过拜一的时阵，罗西亚是宣布要退出这项协议，佮帮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奥德萨，计共是毁掉6万栋的粮食。咱来看这张地图，大火最大就是这边受攻击的奥德萨地区。咱个看这规间仓库是拢去互崩甲密密麻麻，包含奥德萨在内，这3个港口拢伫咧协议的保障内底。粮食就会当对遮出口，顺这条水路送过欧洲。不过，这阵罗西亚是把这条水路切断去，所以讲全世界粮食恐惊会阁起价，一寡较弱势国家可能嘛收袂到救援物资。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第3大城奥德萨爆炸声不断，各笼罩烟雾，引起真侪所在大火。俄罗斯伫17宣布退出乌海国务协议了后，连续2暗用飞弹加无人机发动攻击，击着奥德萨的切村啊，摧毁准备出口的6万吨切啊。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несли групповой удар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морского 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объектам во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оплив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кладам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а Одесса. 俄国国防部承认，这个空袭是报复性攻击，目的就是要回应17克里米亚大桥搁再受到攻击的事件。乌克兰官员是讲，至少甲8台俄军无人机拍落来。奥德萨当地至少12个人受伤，包括一个9岁的查甫囡仔挂着伤。I think it ought to be quite clear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at Russia is using food as a weapon of war, not just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but agains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ho depend on grain from the region. Тут у нас клавиши стояли, там гитаристы, там барабаны. 当地时间19透早，乌克兰赫尔松嘛遭受空袭，击着当地一间教堂。自从战争发生到当，这间教堂为当地灾民提供食物、水甲衫，佮带因做伙画图，提供音乐指导，共同度过战争的艰苦。居民甲义工嘛赶紧抢救设备。另外，作风一向神秘的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摩尔，19日一刻罕见的呼吁俄国人替英国做情报工作，来结束这个战争。I invite them to do what others have already done this past 18 months and join hands with us. Our door is always open. 另外，摩尔嘛认为人工智慧是潜在资产甲重大威胁。伊表示，英国情报人员已经伫利用人工智慧，早该向俄罗斯供应武器，而且伊的团队嘛当伫甲中国相关的情报单位伫对抗因用人工智慧的科技无道德得到情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接落来关心这全世界的天气热介惊人的状况。美国红红城市连续19日温度拢超过43度，已经破灭半世纪以来上热纪录。也若是是啦，是热到发生几60件火烧山，因的灾情是严重到连附近的国家，亲像意大利、法国，拢派消防队去斗拍火。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火砰砰多，乌烟窜上天。全国数十起森林野火，比较严重的拢集中伫雅典附近。雅典东南边的库瓦拉斯有几60栋厝拢已经烧甲变火炉，2条国道嘛关起来。民众紧的撤离，一直咧话讲，透死人都毋捌看过遮尔大的火。In 20 minutes, this fire went up the mountain and came down again. In 20 minutes. It'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seen such a thing. 包含罗马尼亚、意大利还有法国，拢出动消防队来救援。大风咧吹火愈大，滨海的小镇路特奇嘛紧命来撤离当地当地参加夏令营的千字的儿童。雅典以北差不多30公里，到甲圣地德尔文诺霍利亚的附近，嘛有超过2800公顷的土地拢烧甲变火烧埔。气候变迁致使全球有3大洲，当咧拄撞到傲翕的高温。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连续19天破纪录，是43度的高温，破49年来的纪录。
当地马里科帕镇卫生部门嘛显示讲，伫个7月头一礼拜，就有12个人去热死，还佫有55个人死亡，亲像是拢甲高温有牵连。 They drink a lot of water, and then we're inside during the day.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re out walking and going to the park. So I guess we have to be vampires in this kind of weather. 伫个亚洲的中国，西边的沙漠已经有测到52度2的高温，这是历史以来上界悬的。北京嘛有连续27天气温超过35度，创下23年来的高纪录。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这天气遐尼热，若是会当窝伫咧厝内吹冷气，大家拢无想要出门。不过，伫咧美国德州有一间健身房，因除了活动，佮推出进冰角的活动，所以讲就吸引真侪人去交关。不过，一寡中南美洲的移民，因是伫咧边境等讲会当入美国，因就敢若会当住伫咧室外。即阵的即种热天，对因来讲真正是折磨。天气烧热挡袂牢，真想要秘入去冰箱内底。德州这间健身房，互你实现这个愿望。业者伫那一缸的冰桶内，冰油啊放甲甜甜，摕入去随时心凉鼻透开。 When you first get in it, there is that initial shock, but then there is just a calm that overcomes your entire body. And once you get out, which I did 3 minutes, it's just invigorating. 德州最近连续抢冠军，真侪人秘伫室内无想要出门，踮家徛家冷气用电量创下高峰。为着鼓励民众加运动，这间健身房想着销量的好步数冰液，互热人上水耍水，加添更较侪趣味。来看美墨边界。 逗留伫墨西哥城市新拉雷多的中南美洲移民，互炎天赤日晒甲头昏昏脑顿顿，伊唔敢小想要吹冷气，敢若希望有一片布片头早日就好。 Tenemos que estar constantemente comprando hielo. Claro, sí traen cierta cantidad de hielo, de agua, pero por la cantidad de personas se acaba bastante temprano, bastante rápido. Mi hija tiene incluso los labios agrietados totalmente, a pesar de que le doy suero, su bálsamo, y así vuelto está bastante afectada, sinceramente. 移民还讲提供互因的资源一天比一天少，未来因要去美国的梦想会愈来愈好实现。 因为纽约市拜三发表声明讲，当地收容空间有限，未来限制要求必要成年人干会当住60天。纽约市政府阁派人去边界分传单，呼吁移民若是要来美国，请选择其他城市，唔通来纽约。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 麻的数量是愈来愈少，所以讲日本的日清食品公司就开发出一款用豆仔做的素麻饭，今日就市1分钟就卖1000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前总统文在寅时期一份文件，写讲伊是答应中国未推动美日韩军事同盟等等4项约束。文在寅话中国的立场真明显。 英国《泰晤》报道，英国为着征服乌克兰群岛，爆发阿根廷战争。不过，这阵欧盟是甲拉丁美洲联盟达成协议，要甲乌克兰群岛改名，用阿根廷的地号名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是阿根廷的外交大胜利。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纽约市收济移民记载袂调。所以讲，市长亚当斯是按算派人去边境发传单，呼吁移民走去别位。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甲金正峰会的主办国南非呛讲，若是因的总统普京去开会去互抓起来，就要对南非宣战。不过，这阵普京是决定无要去啊，换派外交部长去，南非的危机暂时解除。这6月底时阵，是有一个查甫人得到瑞典警方的同意，伫咧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中央清真寺外口办活动，说是放火烧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这是互全世界的穆斯林拢真生气。今日瑞典阁有一场活动，可能卖烧《古兰经》，而且这场活动同款有经过瑞典官方批准，这就互伊拉克的穆斯林阁较抓狂，冲入瑞典的大使馆办会。 巴格达的瑞典大使馆来外就签名抗议平常，有的画口号抗议瑞典政府允准烧《古兰经》的行为，有的放火烧杂物，场面显得真混乱。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大使馆人员无任何伤亡。伊拉克政府也伫事发了后派遣安全部队进驻，消防队也赶去现场拍火。上新的这一波冲突起点是瑞典时间6月2日，首都斯德哥尔摩一间清真寺的厨埕。
家己讲是伊拉克南面的查甫人，拆掉古兰经了后，点回收，讲是要抗议土耳其组织瑞典加盟北约组织。查甫人也要求瑞典政府禁止古兰经过长工。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也强调，烧古兰经就算会激穆斯林受气，也应该互看作言论自由。And actions taken that are offensive and objectionable are not necessarily illegal in a sovereign legal system. This is part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have to make progress on finalizing the accession of Sweden into the alliance. 伫部分伊斯兰国家的抗议声中，烧古兰经的查甫人后来也是互检警精神。对此，瑞典阁有民众抗议伊斯兰国家的反弹，要到瑞典的伊拉克大使馆头前烧古兰经甲伊拉克国旗申请案已经得到警方批准。这个引起伊拉克民间的不满。48岁，自美军杀到海山政权了后，就伫伊拉克请起来的事业派警司萨德，靠着发出言动的影响力，号召支持者行就街路，最后演变做冲入大使馆放火事件。公司新闻起家真编译。泰国国会本地昨是要选总理第2轮投票，伫咧第1轮摕无过半选票，无法度当选的前进党党主席皮塔，这回第2轮是连参选的资格都无。因为是有超过一半的议员反对提名伊，而且宪法法庭阁发出命令，宣布皮塔因为有伫咧媒体插股，暂停伊众议员的身份。面笑笑较自信，进入泰国国会议场。前进党的党魁皮塔19第2遍挑战总理大位，因过就也未投票。泰国的宪法法庭就发命令，以皮塔疑似敢若有媒体股份来参选，暂停伊众议员的身份，一直到判决出来为止。以前进党带头的8党联名，议员是推皮塔第2遍挑战总理。因过议员因对皮塔是毋是浪费第2遍提名意见无同。经过规工的辩论，尾暗的投票表决结果，312票赞成，394票反对，8票弃权，23第1遍342票支持，也搁较少，但是无法度被提名。I won the election. I formed the coalition. And I got blocked by the appointed senates. It's about 40 million people who chose one system that was agreed upon, which is called election, and 250 appointed senators without any linkages to the people. 支持者伫咧国会外口示威，抗议皮塔议员的资格被暂停，要人家是这批等入去国会大门内面，要求参议员下台。皮塔进前就捌讲，若这边挑战阁失败，会甲机会让予维泰党的总理候选人。维泰党表示，会甲联盟内面其他的政党讨论，必须伫咧国会后一边开会，也就是27进前决定连选。公司新闻陈伟林、吴其昌编辑。巴西这几年恐惊是会面临一场生态灾难，因为有农民用非法的农药害600几个螃蟹去互污染掉，阁有就1只螃死去。为怎样会讲这螃死去是一场灾难呢？因为咱咧这农作物有真侪拢爱靠高粉才会发。根据农委会资料，这寡爱高粉的农作物有1/3拢爱靠蜂来斗相共。若是蜂死去，除了会欠食食，嘛害这食物链出问题。这蜂会死遐济，有真侪原因，上较严重的就是咱人类乌白醋农药。看到中毒死去规涂骹的蜂，蜂农要靠无目屎，互农药污染的蜜甲蜂仔箱嘛拢爱全部销毁，损失搁较无法度估计，蜂农规个心血拢了了去。Nós não fechou ainda as contas quanto de prejuízo. Eu sei que para nós retomar a atividade vai muito tempo. Talvez uns 5 anos para ter o que nós tinha já programado. 影响最大的是伫巴西西部马托格罗索州的蜂农，因指控当地农民违法喷芬普尼杀虫剂，地数至少600个蜂受污染，造成上1只蜂死去。有关当局当地展开调查，发现确实有真侪项违规。O produto não tem registro de aplicação aérea. A receita agronômica que foi apresentada para nós era para a aplicação na cultura da soja e também não era para aplicação na propriedade que a gente constatou a irregularidade. 巴西政府为着提高农产量，允准农民有条件使用芬普尼这种长效型杀虫剂，这对控制害虫的效果是真明显，不过
卡的对负担受训任务的蜂会死去。所以，上2019年，巴西就捌发现51只蜂因为芬普尼中毒死亡的事件。无想到今年类似的惨剧搁再发生。Nós estamos tratando de polinizadores, né, que faz papel primordial diretamente aí para a nossa alimentação, para a nossa sustentação aqui na nossa vida. 目前有关当局已经对违法农民处罚，不过专家是烦恼这侪蜂因为杀虫剂死亡，会使你蔬果产能甲生态体系面临严重的冲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南非按上要发展风力发电，不过这发电机组却是设伫咧国家公园边啊。民间团体就抗议这个计划会去破坏当地自然景观，甚至是去影响到动物的生活。这个象规定做伙伫咧啉水，还有一只象慢慢行过2台车的中。这是南非第3大国家公园阿多大象国家公园，规个园区有1800平方公里，有差不多600只象。即马这个象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力量政策影响，因为南非政府按算要伫咧国家公园边啊，采200多支风力发电机。What you're looking at on the map is the proposed new wind turbines they want to put in her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se turbines, which are standing here, are not even 5 kilometers off the park. 伫以前，南非国内发电有8成是靠烧炭，为了要减少碳排，太阳能甲风力发电比起来，政府是经风力发电将这重点的建设项目。环境部门讲，伫咧完成环境的影响评估了，就会批准建设风力发电厂。不过，环保人士甲动保团体认为，采风力发电机的所在离国家公园太远，影响当地自然景观，也担心会影响像低频率的交流。They communicate over distances of between 10 and 20 kilometers to each other, and they pick up a lot of the vibration through their feet. Now, the actual sound emitted from the actual turbines is going to actually affect the actual elephants as well as to a degree the vibration. 若是国家公园附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伫咧园区内犀牛的身躯顶有装观测的设备，也担心会干扰观测的设备，也有当地旅游发展，因为环境的改变可能会让动物心情变歹，较有攻击性。环保团体甲动保人士伫咧去年北向政府提出异议，不过被驳回。这嘛是考虑要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希望会让阻止设风力发电厂。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印度的苏拉特是全世界上大间挖选酒的中心。即阵当地交易所佮取代美国五角大楼，成做全世界上介宽的办公大楼。伊的占地是超过200万平，有真侪座15层楼啊悬的塔，佮有4000外的办公空间。按算今年11月启用了后，就当请6万外的员工。印度西部的国家大特省，这个开3亿8800万美金4年的时间，起的苏拉特全球交易所是取代美国五角大厦，变作全球上新的上大型办公建筑。这个超大型的建案是透过国际竞标决定，是印度本土的形态复兴建筑事务所得标的。因是用全石做设计的灵感，规超过710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群，高栋15层楼的塔楼组成，就敢若全石的侧面，一层搁一层。内部总共有4700个办公的空间，敢若电梯的数量就有131台遮侪。内面会当食物件、买物件、练金马含开花，什么设施拢有。未来内面会当得65000外个人。सप्लाई चेन मैनेजमेंट एक स्ट्रॉन्ग सप्लाई चेन मैनेजमेंट यहाँ से होती है कि एक ही कैंपस एक ही सिटी के अंदर जहाँ पे कट पॉलिश भी हो रहा है यहाँ पे ट्रेडिंग भी हो रहा है तो ये बहुत और जैसे दो चीजें बहुत अहम मानी जाती है कि एक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और दूसरा पॉलिसी तो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हम लोगों ने ये वर्ल्ड क्लास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यहाँ पे क्रिएट किया है और दूसरा चीज के जब 4500से ज्यादा ऑफिसेस यहाँ पे स्टार्ट होगी तो इंडस्ट्री के लिए एक वॉइस बनेगा। 苏拉特是全球上大的全球抛光中心，这个这么大型的全球交易所启用了后，会甲全球产业每一个阶段全部拢整合作一条龙，对鉴定、测挂、抛光到贸易，这业者伫一栋大楼内面都会当找到，唔免亲像较早同款，几啊千人逐工拢开3点半钟到4点钟的时间，坐火车去明马做生意，遮尔麻烦。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墨西哥有一个小镇挖进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因为遐看喙齿的费用是比美国加真俗，所以讲有真侪人是专工过境去看医生。这个4条大路都竟然要有600间的齿科诊所，当地人拢讲因遐是全世界上侪齿科医师的所在。而且遐毋但费用少，因为真竞争，逐间诊所拢咧相拼，所以讲器材拢愈换愈新。今年64岁亚利桑那州的退休族大卫巴瑞10月以前开始专程穿过边界，去墨西哥俗称古齿市的洛斯阿科多纳斯看喙齿。伊讲真侪人误会墨西哥的齿科品质较歹，毋过事实上这设备更较先进。伊故乡的齿科也咧印模，毋过这全部拢是电子化咯。When I first came, I needed quite a bit, a few implants and crowns. And in California, they quoted me $35,000, and I think I paid about $6,000 or $8,000 here. 美国总人口当中，差不多有1/4的人无齿科保险，医疗补助这公营保险无一定会给付所有形式的齿科医疗费用。真侪美国人根本负担不起看齿科的开销。我亚利桑那州设伫1894年的小镇洛斯阿戈多纳斯，就用优惠的价数，每年吸数十万美国人来看喙齿，因为价数实在差真大，就算爱真侪摆会诊，差价也够支付旅程另外开销。1985年开始，伫遮开业的卢比奥医生，创业初期4个月才有一个病人上门，即马一天爱看30到35个病人。小镇4条主要街路组织将近600间的诊所，当地人讲这是全世界齿科医生上密集的所在。11月到4月大月，伫遮一直求的美国人用要甲镇上7000个居民共款济，突然真热热天，逐工要差不多2000人。为加州、亚利桑那州，或者是新墨西哥州来到遮。La clínica empecé yo solo, cuando iniciamos por allá en el 1990 me independicé y de ahí ahorita a la fecha seremos como 60 personas en la clínica, somos 20 doctores, hay 12 unidades, tenemos otra clínica en la parte de abajo del pueblo y ahí nos dividimos la clientela, ¿no? 早伫网络和3级医疗照护服务变更较方便进前，洛斯阿戈多纳斯靠美国人之间的风声来传播。即马有专门的网站帮助病人挑选医生，解决乳头后倾问题。今年3月，瓦蒂州边界墨西哥小镇马塔摩洛斯发生几个美国人互人绑票捕杀的案件。不过卢比奥医师讲，看不出患者人数减少的现象。就知影真侪美国人真爱去墨西哥医疗观光咯。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